推动着畅水兼做有价这款结合的运动，在亚洲上深的21米的畅水池来进行，要让大家为水中找回健康甲自信。时间往上提高。对瑜伽、yoga老师做运动，为畅水池做准备。入去亚洲上深的21公尺畅水池，12学员要挑战畅水池甲瑜伽、yoga的2种活动。其实还蛮困难的，憋气就是主要的最大的挑战。对，然后因为加上水中有浮力，那浮力会让各种姿势在跟地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自由畅水池对有经验的yoga老师来讲，嘛是有伊的困难度。业者就希望讲，大家伫个紧张疫情甲快节奏的生活步调下，嘛使为身体平静，找回健康甲自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